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无新增加本土病例有4个境外病例，台北万丰病院开特别面诊，予头一档做 AZ 医疗严重副作用的民众。本地的加油站收到假的500块5杯券，警方已抓到2个嫌犯，目前假的5杯券并无流入市面。新闻一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新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有4个境外病例。第12期第2阶段要增加做 BNT 头一档哦，下晡4点开始开放预约。为着第13期要开放2档做无同款牌子的疫苗，医院登记系统今仔会先结束，先关起来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并没有本土病例，有4例境外移入的个案，零死亡确诊的。就是今天中午12点以前已经医院登记这个 BNT 的30岁以上的民众，那所以预约的时间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到明天中午12点止啊。那另外因为我们今天结算之后会先暂停这个医院登记啊，就是因为我们要针对这个要做就是打了第1剂之后，有关这个意愿的一个勾选的部分要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更改所以必须要先在这部分先做一个暂停这13期规划的期程确认之后，我们才会再开启这个医院的登记反映疫苗的副作用台北市特别协调万丰病院开一个特别门诊，伫大礼拜2的早起，予第1类的医事人员佮头一档做 AZ 疫苗有严重不良反应的民众来看门诊，并佮第2档看敢会当做莫德纳，民众必须要有相关证明的文件才会当挂号哦。今仔早起就有30个民众挂号。今年7月份，戴小姐做头一档 AZ 疫苗，想要到10天了后，骹手也是严重过敏，发红佮溜皮，到今也未退，所以伊第2档就改做莫德纳，互伊比较较安心。很开心抢到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些疫苗孤儿真是很可怜，因为找不到地方可以打。同款嘛是拄着疫苗严重不良反应的廖先生，透早专工为桃园塞车起来做莫德纳，因为7月份伊做头一档 AZ 了后，规分数起浸膜，互伊艰苦甲袂晓讲理。我第1剂打完的时候，就是全身性的急性的荨麻疹，腹部会疼痛，然后脚会抽筋，当然就赶快去送急诊。台北市万丰病院为2日开始，每礼拜2早起有开莫德纳疫苗特别门诊，提供头一档做 AZ， 第2档做莫德纳。下用的对象包括头1类的医事人员，也有头一档做 AZ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若是医事人员，就要找执业证照的正本；若是民众，就要找做新冠疫苗的黄卡、医师诊断证明，或者是做疫苗了后严重不良事件的通报记录。若是伫现场检查无合资格，就袂当做。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说有医师的诊断证明，在打第1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这样的话才符合我们在混打方面的一个这个条件。医师提醒，无论是做倒一种牌子的新冠疫苗，做了后拢要伫现场观察30分钟。等去处理了后，若是持续发烧超过48点钟，或者是出现喘气有困难、下肢、心肝头皮泡菜、规分数起浸膜等等的症状，都要随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铁要驶到宜兰车头的地点本地有4个案，即马增加做6个案。有地方律师就批评讲，这是政治的考量，毋是专业的评估。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接受访问的时阵，嘛表示讲，新增加的第5、第6案，其实是宜兰站甲管政中心站的修正案这会家己来做伙考虑。另外，基隆捷运的争议，基隆市长林右昌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嘛是一句来一句去。王国材是表示讲，当初市长会议其实拢有会议记录，有5点的结论。当时郭文德市长拢有同意，即马煞跳出来批评。王国材是呼吁讲，应该要尊重当时的决议。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选举卡条例，为4案变6案，引起地方人士批评，决策愈来愈乱。各质疑背后有政治大脑乌手春一败是政治操作的结果。王国材早起接受媒体专访澄清，其实个新增加2案有客观因素，包含跳迁问题、甲未来铁路高架化、新站体会有9站老管才无协调。所以加出这2案其实只是修正案。是宜兰要到罗东铁路高架，事实上中间还有叫穿堂层，
宜兰的市区会形成一个30公尺在9层楼的这样奇怪的一个站体。他提出5跟6个方案，对，5、6方案已经是一个宜兰或是县政中心的修正案。另外，外界质疑高铁延伸宜兰计划直接跳过可能性评估，导致综合规划研究无符合行政定数。王国在澄清，主要是卡数未零开始，工期恐惊遥遥无期，所以请顾问公司规划并行斗阵做，强调审查过程更宽严格。现在的委托顾问公司把前期的可行性跟综合规划一起做，现在有一起做，所以事实上并没有不做可行性，就可行跟规划并行了。对。另外，最近基隆结婚计划案引起台北市长郭文惠甲基隆市长林耀昌互呛，郭文惠批评记者是上大的骗局，也佫批评请贵宾结婚是市长会议，才雄雄提出来议题。即马路线也未确定，基隆结婚也无到基隆。林耀昌提出市长会议5点结论，宣布迄时阵郭文惠点头答应早就共识。王克在也呼吁郭市长应该尊重迄时阵的决议，互基隆结婚计划爱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早暗有2间工厂火灾，9点左右，林园工业区的合兴化工着火，1点钟后，造成1间机电工厂嘛火烧，现场是请真侪乌烟哦。环保局赶紧派人去监测空气品质，后续依照调查的结果来对这2间工厂处罚。合兴化工的生产线劳工局嘛要求爱心停工。伫路边远远就看到林园石化工业区闪出火光，大石化集团旗下的合兴石化2月5号9点左右，这店区发生火警。因为大石化2019年捌发生过严重的工安意外，消防唔敢大意，出动31车抢救。厂区的人员判断是结晶管的保温棉着火。一个结晶管哦，伊就是那物件是个结晶提纯，啊伊边仔的保温棉去烧起来，保温嘿，啊伊个信号可能是。加在火势1点钟内就灭掉，无人伤亡。但高雄这暗无啥平静，暗时要10点，沼前嘛有机电工厂发生火灾，因为隔壁阁有生产加热因保鲜膜的厂区，内底拢是塑胶半成品，大量的乌烟随大火一直向外口窜出来，消防人员有水线全力抢救。铁皮有从上面有塌陷，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配合怪手边挖，然后我们的水线边去灭火，那这样子呢才会一方面会比较快，那也不会再沉积在里面闷烧。火灾引起明显粒状污染物散布于空气中，因起火原因不明，环保局将视火调报告后，再依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办理。大火一直到半暝要3点才灭掉，空气内底拢是塑胶味。环保局派人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无测到毒性，但有发现明显的污染物伫空气内底。后续会看消防局的火调结果，确认敢有人为疏失，才决定是毋是要对这2间工厂开罚。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咱台湾位伫欧亚板地甲菲律宾海板地的边界，因为板地活动定定有地动，地质的变化嘛真大。来看台东县伫上乡的大坡国小，才有用目睭就会当看会到的板地活动的证据有一座一直称悬的厝啊，历史又搁有地动了后，学校就发现讲，这个厝啊是比16年前又搁称悬5公分咯。伫上乡大埔国小的这个厝流梯，20年前就停止使用，不过今日还阁留咧，因为这影响目睭看到地壳板块运动变化证据，一大汉的厝流梯。那这个溜滑梯呢，目前大概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的课程使用，我们会带学生来观看这样的一个证据，那断层的证据。大埔国小伫后澳大桥板块甲菲律宾海板块交界边缘，用英语伫校横装精密机器监测两个板块互相杀的数据。一般人透过这个出流梯，就能看到板块烧起造成的有关甲厝震动。而是发生全国有关地动了后，伫上乡文化解说员协会特别到校横测量出流梯的变化。发现自从94年测量有关24公分，经过16年过来量，各有关29公分，会向前慢慢的上，亲像会行路共款。为什么会走路？因为它每年抬升大概接近1公分。伫校园外口的一个排水涵管，原来移行经过20年，板块烧起破去，是板块左右滚动的证据。
地上文化解说员协会讲，大埔国小甲周边地区正做用目睭灯观察地壳变化的上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长伫汤圆新屋中山东路红提青抢劫的超商哦，伫2当前嘛捌得贼头。警方表示哦，已经有找到红小调的犯案的车辆，嘛调监视器要来抓人。伫桃园新屋甲观音交界所在，伫车路边啊，一只轿车已经烧甲拢乌有去。25早起10点外，新屋中山东路2段，一间超商发现有歹徒举枪抢走 ATM 提款机内底钱。警方伫咧离这间防抢劫的超商差不多5公里远的所在，找到这只已经烧甲剩机具摕来犯案的车辆，目前已经完成采证。警方立即封锁现场，进行现场的采证及搜索。那目前在这个火烧车现场周遭陆续有发现一些相关疑似歹徒遗留下来的迹证。警方研判这个歹徒早就已经锁定运钞车，带入去超商了后，对提款机开一枪，犯案的过程无甲1分钟，拢总抢走518000块。监视器真清楚翕到这个歹徒，迄当阵甲摕过手的钱先放伫副驾驶座，后来赛车伫咧路口洗头了后，往观音的方向逃走。瘦瘦的、高高的男生，他以前都没有来过，是突然出现的。我那一次看到他，就是他停着就走了，1个多月了。1个多月来，车常停这里。对。伫2年多进前，这间超商嘛捌钓过贼头。迄当阵规台提款机是去互歹徒规台冒去，即嘛阁发生歹徒入来超商抢钱的案件。初步分析，这2个案件并无关联。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扩大调监视器要来调查，也若犯案的这架车。是有民众拍无去有报案的车辆，目前已经甲车主联络，嘛有针对车主提供的资料，要继续来追查，希望咱赶紧抓到这个歹徒来破案。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4大公投案，12月18要投票，其中的迄事中溪案哦，早起新北市考仔寮上溪民众跟环保团体是开记者会，指出讲公投的公文内底有真侪项资料拢唔对哦，所以要前往台北地检署对中山会主委等相关的人员提出告诉。北台湾礼拜日发生一场震度达到4级的地震，会知影为新北上溪到孔仔寮来居民指出，台湾时常发生地震，核试外海阁有发现断层，所以坚决反对重新启动核试。像这2天的那地震是很吓人的，我们必须要慎重的去考虑，我们坚决反对核试重启，但安全上一定有很大的疑虑，那我们在地民众都非常的担心。那台湾的那个地震又非常频繁，那我们坚决反对核试。会知地方居民伫环保团体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指出年底特别举行的你是不是同意核试启封上转发电的公投案，公文当中有真侪项是无确实的资料，但中山会议员继续来登载指控中山会违法。大家会误以为说我们投下同意通过之后，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又新又好的新的核市场，投下了，似乎它就是一个可以运转的电厂了，就可以解决我们大家能源问题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要事实上说，这是一个不对的资讯，也这是公投流说误导大众的。今天会提出2个诉讼，第一个是刑事告诉状，另外一份对中选会有关委员、主委等提起刑事告发。环保团体代表伫记者会结束了后，直接前往台北地检署，表示要对中山会主委、副主委佮相关的公务人员提出告诉甲告发。记者林丹昌回台北报道。一个姓杨的查甫人，这个月16透早4点外，摕2张彩色影印的500块的5倍券到云林县一间加油站加油。工作人员后来才发现讲，这是假的5倍券哦。警方对早也抓到姓杨、姓陈2个嫌犯，佮找出其他假的5倍券，佮有看到毒品，佮有改造的相机，2个人嘛已经拢互法院收押了。16透早4点外，一位48岁姓杨的查甫人驶车来到云林岛南的一间加油站加油。付钱的时阵，煞是提出2张500块彩色影印的假5倍券，去互人当场发现。这位男性阁随逃离开现场，不过211也是去互警方抓到。18案的时候是有2张伪造的5倍券，那我们追查之后，在范闲的住处又搜出了2张伪造的5倍券。那当然有一些是影印机，还有影印纸，都是他准备要伪造的一些原料。
警方表示，除了抓到姓杨甲姓陈的2位嫌犯，佫查到銃、毒品、假的证件甲车牌，也若假的5倍券是用彩色影印机印出来，毋过用的纸较粗，佫无辨识的油墨甲荧光的图文等等，只要用手摸就摸会出来。目前是还未流入市面。那我想我们非常有警觉心哦，而且呢以这样积极查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哦，能够破获这个振兴5倍券，然后透光的方式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细小的微字，微小的一个字迹，及一些荧光线，那这些都是民众可以轻易的来去辨别的地方。警方表示，嫌犯利用彩色影印机来印假的振兴券，而且紧日咧半暝犯案，呼吁点头就要提悬警觉。专案嘛依照伪造文书、伪造有价证券、诈欺、毒品、庆炮等等的罪嫌侦办，向法院声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遮济部会配合5倍券，嘛佮提出优惠。民进党立委就发现讲有部会优惠，亲像有碰风、有灌水。目前只有农油券、艺放券、甲国旅券表现了上好。加码券大灌水，振兴5倍券上路了后，各部会也提出加码券。民进党立委盘点了后发现，真侪部会加码券好亲像是灌水，实际应使用的店家数量甲定价进前公布的应使用店家数量落差真大。这是农油券，还有哀元券，还有国旅券。它这里呢本来公布的大概有多少店家，那现在呢实质上已经可以用的店家，那也差不多比例几乎都达到100%左右。其他的呢还需要加强了，就好食券、客商券、易放券、动资券，还有地方创生券。税籍登记还有那个夜市市场那边照射出来的数据，所以会有26万家。那实际有数位导入那个数位支付工具的店家数更新出来是11万家次。那这个数据我们都会陆续在比对更新，公布的店家已经有到快4000家了。那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进展。11月10号之前就是达到1万家。各部会强调，不止目前公布的店家应使用，也有真侪咧申请的店家一定会加码券，开放使用进前增加应使用店家，互5倍券加码券的案例扩大到更较侪店头。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早起将对中选会人事的动议权投票，虽然国民党党团是强调讲因无愿意背书，所以拢无出席投票。也毋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发动加急动员，所以包括现任主委李进勇、副主委佮4个委员的提名人，拢顺利过关了。决议：一、李进勇获得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票。立法院26号进行中选会委员人事动议权，第一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加急动员，人数优势之下，6名被提名人全部拢通过。李进勇得到62票同意，8票反对，1票无效票，继续来担任中选会主委。但条件是以66票的同意，5票的反对，继续来担任副主委。另外，现任委员柯慧芳、陈文明，还有新提名的王文如、柯雅芬，拢得到71票同意来通过。这届立法院行使这中选会动议权啊，这国民党团是表明无愿意来背书，所以无来到议场投票。这里面有一些人呢是违反行政中立啊，应该要被除名的。可是当然民进党是不会让我们过的，因此对这份名单，本党不予置评，你们自己玩吧。民众党团批评李进勇还佫单条件来推动公投，还佫无再次投票的部分是无做好，所以是无投下同意票。时代力量嘛质疑李进勇对着降低保证金的门槛，还佫有降额内底，还佫有军营内底投开票的议题，看起来是伤保守咯，所以嘛对李进勇投无同意票。保证金门槛的部分，这其实在这个许多的国家，要么它都已经基本上没有保证金的这个门槛，用联署来代替；要么有这个门槛，但是被宣告违宪。中选会今年的公投的预算编了733万，它不宣传，它不是宣传不力哦，它是不宣传，编的预算完全不宣传。在野党可能会认为说，未来有一些进步性的法案，那其实中选会在我们的内政委员会也表达得非常清楚，他需要有时间去厘清几个项目。行政嘛发新闻稿感谢立法院在通过中选会委员人事动议案，6个人的任期拢是为今年的11月4号到114年的11月3号。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的囝婿赵建明甲伊的爸爸牵涉到台开内线交易案，互最高法院判3档8个月甲4档。赵建明伫2月下晡4点外就到台中地检署报道，伊的爸爸伫今仔早起9点外嘛到台南地检署报道咯。让一下，让一下啊！让一下，赵建明的老爸赵玉珠10月26早起9点外前往台南地检署执行口报道，面对媒体的发问是拢无回答。前总统陈水扁的囝婿赵建明和老爸赵玉珠因为牵涉台开内线交易案，2002年台北地检署起诉了后，专案经过15年的侦讯，最高法院今年10月判刑3年8个月和4年定案。那今天来报道以后，其实就依照一般的程序就会到执行科的柜台去做一个报道动作，然后检察官会进行讯问，然后讯问之后人别确定没问题，然后适合执行，没有不宜执行的情况，就会发监执行。那赵建明的报道日嘛是伫10月26，不过伊提早一天，10月25下昼4点外就到台中地检署报道，同一天下晝5点外就坐车发家到台中监狱服刑。赵姓受刑人已于今日下午自行提前向台中地检署报到，现已入台中监狱执行。专案定案了后，北检启动防盗机制，确保会当顺利执行。其中赵玉珠的户口伫台南，北检央甲台南地检署执行。那赵建明的户口伫台中，现基地伫台南，检方予伊选择会当伫台中还是台南执行。两个人目前都已经入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咱国航空公司61岁来自委内瑞拉的技师最近互发现讲伫处理雄雄过往，伊伫9月份是连续飞3个洛杉矶的航班，10月7号搁派飞洛杉矶，期间检疫1天又搁飞洛杉矶，是超过20天毋是咧飞，就是咧检疫。伊嘛捌甲朋友讲伊真忝真疲劳。技师工会嘛讲，这毋是个案，呼吁外界爱关心机组人员的困境。非常多的组员是连续20天没有办法回家，一出去就是20天，回家只能待个2天或3天，而且还是加强自主的健康管理，哪里都不能去。然后呢，再出去派遣，连续20天的时间，我们一再的提出来，在居检当中不可以再派飞，也是为了保护机组员不能够再做一个交叉感染的动作。工会表示，一直出版是牺牲机组人员的健康工会呼吁机组人员伫居家检疫的期间唔通搁派飞，嘛望讲，互机组人员1个月内底至少爱有3天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毋过指挥中心是无表示讲，这要安怎来改善。来看捌到过金钟奖的编剧蔡依芬因为捌伫面册饲蔡英文的朴文赞，中国的网友就讲伊是台独，影响到伊上新的电影甲影片的男主角。男主角陈立农今仔就宣布讲，伊无要演这出戏嘛表明讲伊是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伫中国出道发展的台湾查甫艺人陈立农，25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为伊担任金钟奖编剧的蔡依芬执导的国片《时光机》内底查甫主角的演出。蔡依芬来暗赞蔡英文，就去用讲是台独，安尼嘛，互中国的网友甲谣伊讲伊支持台独的言论。陈立农就因为安尼来饰演，还佫讲一个中国是袂当来动害，祖国的领土是神圣袂当分割，这个立场，蔡依芬嘛来甲请示。陈立农是出道是在大陆，那他已经把目标放向了这个大陆市场。今天如果你要在大陆市场工作的话，如果你要以那个市场为主的话，那你现在就是两边的政治的敏感的政治议题，你就必须要表明政治立场。用这样来衡量创作就是不好的。要去中国大陆拍戏、当演员、做导演，那自己要有觉悟，你会面对在这样的对待，那你自己要知道你要怎么面对。导演林正盛认为讲，台湾艺人要去中国发展，都要知影讲免去面对这个政治的敏感的议题。事实上，台湾艺人也是讲电影，因为台独立场的争议，去互人封杀的事件真多。亲像2018年，郭武伦主演的电影《强尼凯克》，都因为中国的网友讲郭武伦是台独艺人，电影因为安尼才来降慢上演。不会允许持台独立场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参与的影片在大陆上映。如果这些台湾艺人认识到台独的错误和危害，
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转变，我们持欢迎态度。凸显两岸在民主和威权两种价值上的差异。如有不符陆方政治立场，动辄予以封杀或剥夺工作权，显见中国大陆的隐私环境受到中共意识形态严重的框限。对这个又有台湾的影视人员去中国打压，陆委会强调讲，台湾艺人若是要去中国发展，就要考虑到中国的影视环境甲风险，佮爱甲斟酌评估，才会当来保持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科院有一个台版更替人适当的研究计划，今仔是公开卡头屋关节系统的成果哦。另外，针对台海的情势真紧张，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就指出讲，咱台湾国军有训练无够，士气真低落两大问题。认为国军应该甲美军同齐来训练。国防部嘛表示，会继续来推动台美军事交流。全副武装走起来，还阁真轻松，都连提杠片要做这款半躯壳的动作嘛，考袂到阿兵哥。加在讲是有穿这款台版更替人的军用外骨架动力系统，因为中科院展开4年期的研发计划，会当用伫战场来搬运弹药、重武器的操作，还阁有伤患的救助。目前当咧研发到骹头有观察的阶段。参加测试的官兵用做这款一般人做起来较吃力的动作，就敢若亲像坐伫椅仔顶悬遐尼啊轻松。很像坐在一个椅子上，所以其实在这个椅子也不是说你可以一直坐，因为它会没电嘛。对，所以说大概可以增加2倍的时间。我们其实已经到了部校，到了炮校，那也后续会到工兵学校，到通讯兵学校，到各个部队实际去了解他们的需求。请这装备还阁免1分钟，中科院刷落来为这款负担动力型的外骨架系统的运用来做开发。规个装备的成本达压价伫100万以下。因若讲强机最近常常来咧扰乱台湾，26透早又阁300入来咱西南的空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接近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针对台海情势真紧张，国军是毋是有抵抗的能力，安尼引起外媒真关心。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进前个直接点名讲，国军愈来是愈松人，包含这个训练无够、士气嘛是真低落的问题，甚至讲还阁有越南因接受4个月军事训练，直接讲这款训练的课程大部分是无啥意义。后备战力的提升等等规划，都是为了预防战争、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战力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有美军的退役上校认为讲，国军资金无够额。后备体系嘛是愈价价，这就要紧的来改善薪水的待遇。嘛讲国军和美军也是讲盟友训练，这会当来提升效率。对这件代志，美军正就有讲，已经有来驻台训练上介少，还阁有1年。国防部回应讲，这个训练拢有咧做进行，嘛有煞咧推测台美军事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务部甲民策伫真侪当前有签协议，讲查案的时阵会当透过统一的窗口来取得资料。也毋过检察官就指出，最近有真侪件牵涉到国安法的案件，因为因拢是使用中国的通讯软体WeChat的联络，WeChat伫台湾无分公司哦，中国嘛袂斗相共，所以办案是真困难。国防部军情局退休的上校张超然等人，防指控去互中共吸收器，加入重要的组织，去互检方起诉。新党青年军王炳忠，防指控甲中国一个男色周方旭共谋，伫咧台湾发展中共组织，一时唔认定检方举证不足，判无罪。检方上诉了后，目前高等法院还阁伫咧审理。最近几啊件涉及国安法的案件，都去用查出哪像是用中国通讯软体WeChat，甲中国人士伫咧联络的。WeChat 的微信公司在台湾，它本身没有设点。如果说要直接跟中国那边的公司直接去联系，这是一个困难。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两岸之间的这个政府之间又没有办法就这一边达成一个协商，那就等于没有任何的联络管道。检方表示，WeChat 的母公司是伫咧中国，
台湾并无设点，欠缺伫台湾联络的管道，就算联络中国平台的业者，对方无意愿，嘛无法律的义务来提供协助，干来通透过素食等等的手段，摕到涉案人通讯的设备。不过，伊嘛讲，安尼会增加搜证办案的难度。因为 NCC 顶日来建议数位通信传播法的草案，有关通信平台，所无法度包括 WeChat。我们这个速通法 WeChat 的这个部分，就是检方在调阅这个数位通信平台的用户的资料，纵使我们定了啦，该是所有的议题都适用，但是只有 WeChat 的没有办法适用。NCC 强调讲，数位通信传播法草案，徛伫犯罪侦查的角度，会当要求业者提供通联的记录。不过目前是向落地登记的公司等等的方向咧进行，所以就算草案有通过 ，WeChat 嘛真恶管制。因若法务部拟定的科技侦查法的草案，互检方会当以相当的手段做犯罪侦查。不过因为涉及侵害民众隐私的争议，要怎规范，还阁伫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275号决议，承认中国是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的代表哦。中华民国嘛退出联合国掌握50档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谈话，表示讲275号决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咱的外交部暂时回应强调讲，咱台湾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中国无任何一天有统治过咱台湾，也无权利伫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號決議，到今仔日滿50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社會50週年紀念會議發表談話，一開始就講到275號決議，然過無講到台灣的問題。50年前的今天，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聯合國第275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唯一合法的代表，也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日子。習近平講，275號決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過，美國部分官員最近常常表現挺台灣的立場，支持台灣擴大參與國際組織。咱外交部回應講，275號決議只是決定聯合國內面有關中國代表權釋出的問題，並無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人民。我國是先進民主國家的事實，也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肯定。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才有權利在聯合國體系等國際場域來代表台灣2350萬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自然無權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外交部呼籲聯合國唔通一直驅將中國政府的政治壓力，愛接納台灣有意義參加聯合國加相關專門機構。劉偉輝是講，第275號決議並無處理台灣加台灣人民在聯合國體系代表權的問題，也無處理台灣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兩方互相無立場，這是台海現主時的狀況，也是客觀的事實。記者綜合報導。伫網絡頂頭哦，真正啥物攏有通買。消保會就發現講，電子煙、還有民間的藥水這款的違禁品哦，嘛攏有通買，所以呼籲政府機關應該愛重視。伫咧網絡頂頭，哪怕歹歹分這幾日，隨走出一大堆賣違禁品的店家，台灣消保會就甲因切齒落訂單，而且業者攏無確認買的人的身份，免到一禮拜就物件送到位。甚至電子煙分郵佇網絡也真簡單就買到，同款無年齡限制，這互消保會是真煩惱。孩子在那麼小的時候，如果他就迷上了電子煙，如果他就用了這種啪啪粉，不小心的造成了很多雙方的傷害。這種事情在今日社會，我相信是每個父母所不樂見，是我們社會上不太能接受。台灣消保會表示，疫情嚴重期間，民眾減少出門，佫較接佇網絡頂頭買物件。若准少年囡仔佇網絡頂頭凊彩就當買到電子煙甲違禁品，恐驚會造成佫較大傷害。特別是電子煙，少年人若輸一個條的，是大人的5倍到6倍。而且煙害防制法也無相關的處罰來對付電子煙，消保會也呼籲政府就要趕緊修正。
卫福部在108年的时候也有做过统计，全国大概有5.6万、5.7万的学生曾经使用过电子烟，这是一个多令人害怕、多令人恐惧的一个数字。所谓的成瘾性，那这个成瘾性就是让青少年一吸之后，它的成瘾效应会比成年人更严重，甚至会导致他终身就会长期依赖尼古丁的这个行为。专家也有提醒，讲电子烟会影响到少年囡仔大脑的发展，也有情绪管控。卫福部伫108年捌做过统计，讲去年中学生捌食过电子烟的人有56000人。消保会也建议政府要赶紧把电子烟列入去烟害管制法当中，而且卖电子烟的人也要有法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大湖分局平林派出所有一名姓赖的警察甲同事藏伫冰箱内底的牛排拢食掉，同事报案，分局嘛开始内部的调查嘛甲这个姓赖的警察上班，以防以窃盗罪，互爱关40日嘛会当罚钱。藏伫派出所冰箱的牛肉，竟然互家己素人的警察食去。毋过，这个警察嘛因为安尼爱食多。苗栗大湖平林派出所一个姓赖的警察，今年初甲同事藏伫冰箱内底的牛肉直接煎去食，而且拢总4解。同事真生气，所以报案。地方法院认定伊涉嫌犯窃盗罪，尾手是判伊拘役40天。是初犯，也坦诚犯行，在斟酌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情节等一切情状，拘役20天1次，然后拘役10天3次。伫分局内底嘛启动内部的调查，警方讲，这个姓赖的警察今年1月份至2月份，无经过对方的同意，就甲同事冰伫冰箱的牛肉直接煎去食，加起来拢总有2.75公斤，价值差不多1000块。虽然这个金额无大，不过嘛是互警方真无面子。赖员他本身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相当的后悔那自己又做反省，事后呢，他也有购买等值的牛肉要还给对方不问自取总是不对的。那尤其是行为人他本身还是警察。不少民众讲，本身假做是执法的人员，却知法犯法，互警察的名声是受到影响。苗栗警方表示，虽然这个姓赖的警察会当一颗罚金，不过对判决的结果也是表示尊重。这个警察从行政处分，嘛调去其他的单位，另外嘛加强纠正伊偏差的观念甲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每年大学考试分发除了分科测验的成绩嘛头一届开放会当来采集学测的成绩。高中生甲高中的校长是讲准备的方向其实是无啥物改变，也毋过若是学测考无好要搁考分科测验的压力就变真大。配合108考纲，大学考试招生每年有变化。占19.2%的翻青推荐，采集伫学校的成绩到高3等学期，个人申請占60.3%，而且一定會看學習歷程檔案，考試分發占2/3。頭一屆開放各學系採集學測的成績。有些校系它甚至参考到了可能数 A， 或甚至要看社会的，那这就对说可能学测没考好的考生来说是压力很大，代表说如果你学测失利了，那基本上至少明年重新来过，因为指考不再会是能够翻盘的机会。英国分发主要是看指考的成绩，学测是干那做检定的条件尔。为明年开始会立即去采集。学生讲，若是考了无好，准备分科的测验是更较有压力。大学遴选入学委员会统计，采集国文甲英文的校系上济，有1600多个校系。主要的原因是分科测验无考这2科。可能要分科的准备跟那个面试之类的准备要同时进行，会比较保险一点。申请入学底定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考好，要去考分科考试的时候，剩下时间可能1个月不到。对这一些没有考好的要准备考分科同学来讲，可能是会比较彷徨。学生讲，学测变甲更较重要，若是会当伫个个人申请都录取，当然是上介好。因为校长是讲明，其实准备的方向拢同款，考试招生的方式有改变，嘛毋是即马才知影的。不过因为是头一届，并无别人的经验会当来参考，比较拢会较紧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社中社火灾是烧出真侪问题有民间团体就高算讲，税厝的人大约有70%拢无做登记。政府虽有补助贷款、搁租金的补贴等等的政策，也毋过要落实，嘛是无遐尼简单哦。立委是呼吁讲，应该赶紧针对税厝的安全来做全面的检讨，保障税厝民众的权益。
蔡政府积极规划社会主体要实现居住正义，但是高雄城中上大火烧厝真歹解决的社会落实居住问题，尤其是无够透明的租厝市场，暗藏真侪公安疑虑，来台北读册青年真有感觉。不管是北漂学生的住宿权，或者是一些宿舍数量上的补齐，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供给端的一个盘点跟需求端的媒合去做诱导的话，你大概只能处理到1/20。但是做了这样的盘点、有效的疏导跟导流的话，你可能可以用这样的资源导流到1/10，甚至有机会往1/5的部分解决这样。但是这是一个苦功夫。台湾的租厝市场长期有乌市的问题，民间团体暗算有7成以上无登录，厝头客无愿意甲政府来往，佮加上伫厝尾楼加起一间，还是乌白价间等问题拢一直有，真难确保租厝的安全。根据内政部上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租金指数9月有104.65，租厝市场的需求刚好增加无减少，租金一歹降落，佮压缩经济甲社会落实的居住空间。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认为，政府应该要落实租厝的调查。住宅法要给人民基本的居住水准的安排，并没有纳入居住安全的指标。我认为这个是严重的缺失啊，所以未来我们在修法上，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来做要求跟调整啊。为着落实居住的公安管理问题，因建署要求地方政府1个月内底要完成全国老旧符合用途建物盘点造册。内政部嘛修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会针对民国84年这个条例实施以前，已经处理建造这条兴建完成的老旧大楼，强化建物安全维护管理机制。只要是老旧的符合用途大楼，拢优先使用。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来看，工研院最近发展出一种新的技术会当来分解空气，做出高浓度的水汽，佮互这个水汽变做是水哦。未来是有机会使解决欠水的问题。另外，组织会嘛利用 AI 的技术，甲事实查核中心合作来查假新闻。这两项技术拢得到全球前100大科学研究奖。今年顶半年，台湾遭遇8年酷旱，尤其台中北彰化等地，限制长时间停水的难关，水资源是拄到危机。工研院发展一套新的技术，严格控制水。精确的调控它的氧化石墨烯的层间距，控制刚好让水分子可以快速的穿透过去，把一些我们空气中看得到的一些氮气啊，或者是一些重金属类的完全挡住。我们基本上每平方米的薄膜面积大概最多大概可以每天大概制造出40公升的水。创新的薄膜材料氧化石墨烯，分离空气当中的水汽，搁做压缩，用加做纯水。对比台湾的高湿度环境，效果搁较好。有希望发展加做高效造水设备，提供民生或者是科技产业等领域解决欠水问题。除了水资源欠缺的问题，台湾还阁面对的还阁有疫情考验、假信息。在疫情期间，也是有协助查中心去快速侦测大概2万多种的这种网络谣言，这样子文字、影音或是声音这种不同的这种形态的资料，快速的整理跟判断，让那个 AI 的模型它可以自动去判断说，从它里面的语气啊跟语调去判断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可能是可疑的不实讯息。用深度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材料的交叉比对甲社群数据扩展技术，这套 AI 监视技术甲台湾不实信息联防体系技术，提供事实查核单位更较紧分析，消弭不实资讯传播。不是美国的得奖者，也只有24个，在台湾就有8个奖。这个技术拢得到今年度美国 R&D 全球8大科技研发奖。台湾也连续14年摕到奖项，过去的得奖技术也超过9成技术，寄转予国内外厂商，也显示国内新创量能得到国际认证。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讲去年全球新增加大约230万的乳癌的病例，已经取代肺炎，真做是全球上常常发生的癌症。在咱台湾平均每37分钟都有一个女性得到乳癌。也毋过治疗5档后，存活率是有8%。医师嘛呼吁讲，满20岁女性伫生理期后1礼拜左右，得当家己做检查。
在新冠疫情的期间，200岁小芳无意中摸到胸坎有一块定定的，去互医生看检查了后，发现家己竟然是得着第3期的灵癌。伊还真少年，常常知影家己得癌，身心的打击加上无啥了解医疗用语，互伊是感觉真惊吓。确诊的时候，就是当下瞬间崩溃，因为觉得自己还这么年轻，没有办法相信说为什么我会罹癌。然后后来就是才会渐渐的开始搜寻，就是我先生会搜寻一些资讯，然后来开导我这样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去年全球新增加差不多230万灵癌的病例，超过肺癌，加做是全球上介入看的癌症。国健署的资料嘛显示，台湾平均每37分钟就有一个女性得着灵癌。英国灵癌发生的比率主要是集中在45岁以上的族群，不过最近这几年来，可能是因为食食有较西化，较有岁才有新生囝，也有环境荷尔蒙甲体检增加等等的因素，互灵癌有少年化的趋势。因为现在有筛检，那因为筛检的关系，所以其实你是会早期发现，所以就是乳癌发生率是第1名，但是它的死亡率可能就不是第1，它可能就排到第3、第4去了。所以就是说，大多数的乳癌发生以后，它大部分是在早期的阶段，所以如果有妥善的治疗跟追踪，其实它的存活期基本上就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医师表示，灵癌的治疗是会针对每一个患者情形无同款来做调整。透过正规的治疗，5年整体存活率有达85%，所以建议满20岁女性都要定期做胸坎的自我检查，会当选伫个月经了后的1礼拜左右，用5支镜头啊，刺伫个胸坎到过人骹的每一个所在，注意感受定定的所在或者是耐落的所在，分泌敢有各样，也有胸坎的皮肤敢有任何无正常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幼儿园托婴中心溺胎囡仔的事件常常发生。尽管基金会统计，最近3档媒体报道的溺胎儿童的新闻是有132件，也不过最近的3档政府只有处罚46件。基金会是质疑讲政府调查认定的标准是有问题，要求教育部甲卫生福利部应该赶紧修法。监视器画面当中，囡仔和老师要求伫运动场倒退行。3年前，家长黄小姐囡仔伫桃园市一间幼儿园遭到不当对待，即摆囡仔读小学啊，毋过家长想起来也是真唔甘。有一段是我的小孩被老师往后仰，抓着他的头往后仰，一直拍他的脸颊很久。那最后我的小孩有擦了眼泪3次，我问社会局科长说：“你有看到吗？”他告诉我说：“没有看到，因为监视器很模糊。”桃园市社会局认定这个案件无够伫权法定义的身心虐待程度，并无在此。尽管基金会统计，最近3年幼儿园甲托婴中心伫媒体版面的争议事件有132件，不过通报量只有76%，96件，在法量佫较少，只有46件。基金会即期负责进行认定的专审会欠缺理护，儿童心理专家，而且家庭团体应担任调查员的比例是真低。没有儿童福利跟儿童心理的，那对孩子在被调查的时候，你的问话会是不是就引导式问话？我们不知道，因为照理来讲应该要有社工陪同，没有。基金会主张教育部甲卫福部应该赶紧修正幼教法、离权法、教保人员条例甲教师专审会办法，而且应该完整公开教保员的在法记录，互外界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狗仔会过门无想到讲伫婚林西里有民众处理饲的一只鹅，嘛会来帮因过门。只要有生活人想要厉害处理，伊个会甲因掠、甲因毒。也毋过，伊嘛甲厝边的囡仔佚佗，是真古锥。咱做回来看卖。侪人家拢会饲狗仔过门，毋过你敢有看过饲鹅仔咧过厝的？这是婚林西的公行里，门口有一只真有责任感的过门鹅，号做阿肥。只要有千份人行入厝内，就会开始甲人虐，用喙解毒。听到主人咧叫，就会应声。饲3个外尾啊，甲知影讲伊会顾厝的，伊若入来厝内底，就会甲人虐啊。哎呀，啊就没有杀伤力啦，是会甲你捅者安尼。算若千份的入来吼，伊就拢会。像狗安尼，我要甲你去借一只。主人讲，原底是想讲饲大只了后，就要甲放倒去公园的自然环境。毋过，佮烦恼伊会去互歹人掠去，规气都饲伫咧门口埕。
即阵阿培嘛已经成做社区的大明星，真侪囡仔拢会走来甲伊耍。小朋友啊，过日课吼，那都爱甲伊去上甲伊耍啊。艺人讲，若有小朋友来咧看，我就甲当做活教材哦，所以小朋友知影讲，你是长在吃的就是长这样啊。因为奇妙缘分促成这款奇景，主人嘛认为讲，都甲阿培当做厝内人，毋来当斗过厝，嘛是囡仔生物教学上好的教材。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嘉东的六间村哦，正拍拼推动在地观光，应该社区打造正做一个户外博物馆，嘛培养真侪销界的人才。佮伫街仔路景点设真侪路标甲说明哦，望游客来到这会当进一步来了解嘉东的客庄文化。沿路行入社区内，伫每一个景点边仔，拢会当看到路牌。对指示行，就会当找到“下来嘉东”这4个字的装置艺术。这是屏东嘉东六军村推动的在地品牌，希望带动地方观光。做得很漂亮啊，很开心啊，来参观啦。下来嘉东是客家话外音，下来嘉东，就是欢迎人客来嘉东佚佗的意思。除了这座装置艺术，社区阁采14块路牌指引甲导览地图，互民众入来社区行一轮，就亲像行入一间博物馆，会当了解在地人文历史甲特色。小朋友都会来看啊。而且这些标识都标示很清楚啊，而且还有地图，所以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就说，还蛮不错的。嘉东越来越发达了嘞。我们设置了14个路标的指引，你就可以用非常轻松、用走读、细读、慢读的方式来品味客家、品味嘉东。除了装置艺术甲导览路牌，社区也正拍拼培训导览员。希望配合行程的规划，甲嘉东的客家文化小介好，搁较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关系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